新北市政府在今年初投入4億，提供新北市2歲到12歲囡仔，一禮拜內會當免費去到便利超商換牛奶、豆奶或者是生牛奶。累計到單呢有72%的人去換。那市長侯友宜也宣布講，對8月31開始呢，國中生也會當去領，伊個增加11萬名的國中生會當啉到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牛奶。囡仔該啉牛奶補充營養，新北市牛奶幸福週對今年2月23開學開始，幼稚園甲國小的囡仔，每禮拜攏會當去超商換一罐牛奶，也是豆奶。根據新北市政府的統計，到4月12累計已經換超過150萬罐，整體兌換率達到72%。其中牛奶上濟人愛佔82%，豆奶17%，生牛奶1%。就是換牛奶，就是低脂的牛奶，稍微省一點。新北牛奶政策適用對象是讀新北市學校或者是戶口佇咧新北市2歲至12歲囡仔大約33萬人，為着要鼓勵囡仔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，擴大照顧長咧大的囡仔，新北市政府也宣布，國中生今年8月31也會當去領，預估增加11萬名的青少年受惠。我們預計在8月，國中生就會加入這個生乳的行業裡面。我們期待我們8月份都會讓我們國中生領到我們有鮮乳。他不要說斷就斷就好了。他不是都已經快畢業了嗎？新北市政府表示，因為新北地較寬，若是較偏僻的地區無便利超商，無方便外，市府嘛和牛奶廠商配合，直接送去學校，hiệu乾hiệu熱嘛照常提供，確保囡仔營養袂因為hiệu價就斷去。記者陳亞選林曉凱台北報道。